我係邵志傑，係 BBC 中文香港分部嘅記者，亦都係今年嘅 PJF Fellow。喺今年呢個 Fellowship Program 裏邊，我係剔咗好多唔同領域範疇嘅科目啦，包括係音樂啦、電影啦、政治經濟學啦、哲學啦，同埋一個運動數據分析嘅科學。比如話有一科叫做透過粵語流行音樂去睇香港嘅歷史。呢一科裏面好特別嘅地方係呢一位嘅 professor， 佢除咗自己本身係一個音樂人之外咧，佢仲係一個歷史學家。咁所以佢會將呢兩樣嘢去結合埋一齊，從音樂嘅角度去講香港粵語流行音樂係一個點樣嘅發展，同埋佢係一種點樣嘅現象、點樣嘅文化產物。咁所以透過聆聽、理解粵語流行音樂咧，其實我哋係會了解到好多嘅香港歷史。另外有一科就係一個數學系嘅堂啦，叫做足球嘅數據分析。透過呢個課程，我可以好系統地去理解到一個數據分析喺呢項運動嘅發展裏邊係處於一個點樣嘅位置，包括比賽嘅管理、球隊嘅管理，乃至到一個城市同埋一個國家點樣運用到數據分析科學呢一件事。另一個我自己好中意同埋即係聽得好開心嘅 course 叫做 Film Stardom 啦，佢係特別 focus 喺電影明星現象學呢一件事上面。咁其實佢係會教到我哋點樣去理解喺電影工業裏邊點樣製造明星，同埋成個機制係點樣運作嘅。咁透過呢一個課程咧，我相信係會好幫到我日後喺訪問呢一啲人物嘅時候，更加容易進入佢哋嘅內心世界啦，從而係會幫到我寫出一啲更加豐富同埋有深度嘅人物報導。咁經過呢一個學期同新聞系嘅同學嘅分享同埋交流過程當中咧，令到我其實對佢哋年青一代嘅學生嘅了解係多咗。我會知道多咗佢哋點解會想進入呢個專業啦，佢哋關心、關注或者佢哋擔心嘅嘢係乜嘢啦。呢個學期令到我記翻起自己以前做學生嘅感覺。咁我以前中意過啲乜嘢啦？好似音樂啊、電影啊，即係我仍然會好想去繼續 explore。以一個記者嘅身份去繼續做多一啲華語世界裏邊喺文化體育領域裏邊一啲重要嘅人物同埋故事，亦都係會令到我想繼續保持初心，去 keep 住呢一份對呢個世界嘅好奇同埋對人嘅興趣咯。咁係好真心多謝黃應士教授啦、李文教授以及整個 PJF 項目嘅團隊裏面嘅每一個人，好感激佢哋真係俾咗呢個機會我去做翻一個學期嘅訪問學人同埋學生，真心俾咗一份好好嘅經歷同埋回憶我。係真係覺得唔捨得咯，即係我想問可唔可以再讀多個學期？